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自体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真侪立委是提案要来放零社体绿色的这个比例，也有申请的标准。也毋过内政部长罗世芳说讲，这自体法伫2023年才拄修正尔，即马毋通搁再叮当，以维持这个法律的安定。 居住正义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议题。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二是针对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真侪位立委拢提案认为社会主体应该加强租金负担能力，并且扩大绿色居住保障，搁着加入尊重性别平等。 提高出租给经济社会弱势的比例，从40%提高到50%，降低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子女人数。 不以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以上为限制，针对制度的不平衡，我们要求主管机关协力来推动一定比例以上来供原住民承租的社会住宅。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坦白讲，这个法2023年拄修正，即马无适合搁大修正，来维持法律的安定。 而且社会主体应该避免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甲标签化，就是好相租的比例甲标准唔好黑白调整甲放零。本法在112年刚刚经过修正，为了维持法律的安定性，如果再做大幅的修正的话，恐怕不是维持法律安定性的一个必要的思考。有身心障碍未成年者的家庭，反而就变成不能来 做我们现在的社宅申请人，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可以斟酌的。这个中间或许执行上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是建议啊？其实先让我们可以跟卫福部直接透过行政的协商，把这一块直接纳进去，会更容易。我认为不一定要立法。 内政部也进一步表示，若牵连到学生、原住民等社会福利的事项，会积极甲相关的部会沟通。未来8年，2025年到2032年，主体政策的新目标已经拟定100万户租厝家庭支持计划草案，透过直接兴办社会主体包租贷款，也有租金的补贴，拍拼达成3大政策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同款是徛起的问题来看，这厝价呢是直直起，所以真侪人拢买袂落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办公听会，针对税厝的报税的扣除额，也搁有这头家买厝贷款的利息，甚至是这厝贷款，敢会当列做是扣除额的一部分。今仔日是邀请各方来交换意见。 特别进入报税时间，不过今年对税厝的人来讲，有一项新制真有利，就是厝税支出对过去的累计扣除额改做特别扣除额，额度是对原底12万，由原到每一户逐年上悬18万。针对特别扣除额额度，敢要搁提悬，立法院举行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为了要去降低租屋族的负担的话，不是只靠抵税就好，你应该要去健全或扩大租屋市场。为什么明明房东不可以拒绝房客抵税，很多房客还是不敢？那就是因为现在租屋市场状况很糟嘛。民间团体表示，财政部必须要扮演引导空厝出租的使用，也有互税厝的市场透明化的关键角色。观察各个租金合理的调起的规范，发觉袂当超过参考租金的10%。河南是租金若是比880欧元较低，就要根据税厝的群体收入制定起的上限。 也若韩国租约属约起的程度袂当超过5%，也若头一届买厝的人房贷利息的支出，敢要比较帮学租金列做扣除额，或者好友讲头一届买厝的人这个定义要明确严格。我虽然有房子，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贷款来说，也叫做首购。这个呢，可能要明确的定义。我虽然没有自有住宅，但是我可能有一些土地，我有一些工厂，有一些其他的非自有住宅来说话呢，是不是呢要排除？这个呢也要列为考量。目前全台税厝的人数大约有300万人。 民间团体认为讲，即马税厝的乌市真大，资讯无透明，加上租期真侪是以1年做期限，无租期的保障，这拢会等待解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